来搁卡无2天就要选举咯，面对选情假消息赢飞，警方是积极咧追查谣言的制造者。但是最近所互批评讲，这个警方咧查假消息，都袂输是咧查水表共款。这警政署的署长是出面为警察来画冤枉。难道这个散播假信息的网民要控告警察在查他的水表吗？警察依法行政，秉公办案，在选举期间竟然遭受到污蔑，这个是在打击警察的士气。另外，针对盗开票所的危案，警政署开始来部署着警力。选举日的当天，全国66000外的警察全部停休，专员出动维护盗开票所的秩序，以防止失控的状况来发生。